今日嚟到尖沙咀阿蛇道，就嚟我身後邊呢間烏蠅館。3位唔該。呢度主要食烤魚，當然有人喺度打邊爐啦。今晚我哋嚟嗰日係母親節，所以有個套餐400零蚊。其實去東京都有分店。2個前菜、2盤肉、2盤菜，仲有2個腐竹同埋豆泡。建議大家煮耐少少先食呢個青江魚，因為更加入味，而且煮耐少少問題都不大。加多25蚊，大部分嘢飲都係飲嘅。咁當然有啲酒啊、啲奶蓋嗰啲另外加錢。400幾蚊係性價比好高好高嘅。咁所以如果大家喺香港又想食下烤魚，價錢又公道，可以嚟呢度試下。啲肉都幾靚添。我哋仲要咗個鹹蛋芥菜湯下火。呢個糍粑都比較特別啦，內面炸咗個糯米粉，裏面係流心嘅餡料，甜甜地。啲肉索咗個烤魚湯嘅成個汁咧，非常惹味。食厭咗廣東菜，可以食下呢度嘅烤魚，都係另外一個風味。希望你哋中意我嘅介紹，拜拜。